旧历的正月20，就是客家田传日。新德县今年是点伫新埔的花田规划一系列的艺术展览，互民众透过欣赏地景艺术，认捌到客家田传日的文化意涵。在地彩绘老师以女娲补天做主题，创造今年新德县田传艺术展览的主题，象征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的开始。主展特别设定有200多年历史的新德县古迹新埔潘氏古厝头前，民众来这除了会使看灯会，买当在古迹内底欣赏老建筑。春夏秋冬已经开始运转了，所以这个青龙白虎、朱雀玄武这些事情才从这个民间故事这样流传起来。所以我们今年就采用这个意象。田传日是客人庄特别重视的节日，对客家族群来讲，意思是准备展开一年的工课，各资源永续发展的意义。就是过了田传以后，农民要开始忙，要耕作了，所以田传日是这样子来的。田传日过后，天气春天来临了，会下雨的，我们农夫要耕作了。除了有主灯甲古迹通看，边仔还有一片花海，甲几啊款的花灯。过年了后，无偌久就是元宵节，民众来这唔会使看灯会、欣赏花海，买当加入捌这项客家文化。记者杜君豪，新竹报道。